大家好嘛 ，Hello 高明嘅朋友，我都成日過嚟佛山嘅其實，但係今次咧都係我第一次過嚟高明，咁啊，我想問下大家，知唔知我叫咩名？答得非常好。咁知唔知今日個 show 係咩主題啊？至美時刻。至美時刻，錯啦。今日個 show 係女神節啊！咁所以咧，我相信大會揾得我過嚟，都應該係覺得我係女神啊嘛？有冇人認同㗎？請拍手。Good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